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 APEC 会议到底是啥物？对着咱台湾是啥物意义？这是咱唯一的国际组织有会集，内面是咩咩角角，大家就爱注意。嘛有澳洲迄个大总理讲是咱袂使参加 CPTPP， 但敢是现实的社会无情甲无义。除了台湾自立自强，还佫有啥物撇步通注意？今仔日专班来谈起。首先，咱来紹介到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原治大學 EMBA 的副教授，也是高仁山高教授。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呢是國政基金會研究員李正修李研究員。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呢，也是在雪梨科技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副教授馮崇義馮副教授。副教授你好。大家好，各位先生好。是。那麼今天呢，邀請到三位，邀請到三位啊，要來講起到 APEC。其實啊，事實上啊，對着真濟觀眾朋友來講 ，APEC 就是吼，逐年吼，大家吼各國嘅即個領袖，大家穿因各國嘅衫，啊，大家握一下手，啊，翕一下相片，敢是如此而已？相信一定唔是安尼，即真深遠嘅意義伫嘅吼。高教授也參與到真濟 APEC 會議，李教授嘛對着這個真研究吼。那馮教授呢，這個馮教授呢，因為人伫澳洲，對着咱這擺呢，哇，這個 APEC 內面啊，澳洲的總理所來講啊，台灣袂使參加這個 CPTPP， 這到底是怎一回事呢？但是咱來首先來看 APEC 領袖的峰會結束了後，台灣的代表張忠謀早起佇總統府舉行着記者會。伊來表示講，總統蔡英文的指示，伊攏有透過演講充分來表達。伊嘛講到甲中國的這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這個互動，啊，佮較有啊，美國副總統嘛較有講着講，阮台積電要來美國設廠的代誌。APEC 領袖峰會20圓滿結束，台灣領袖代表張忠謀回國了後，各界關心伊甲美國、日本、甲新加坡的領袖代表雙邊會談的過程。總統府1日舉行回國記者會，張忠謀致辭的時陣先是強調，總統蔡英文指示伊的3點，在公平競爭甲自由市場當中，為即麼真濟無共款的意見找出平衡的方法等，伊攏透過演講充分表達。毋過外界關心伊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互動。伊表示，恭喜伊一直在成功這代志是伊家己的意見。總統府的確曾經跟我講，可以，假如是有機會，不避免打招呼。總統府表示尊重張忠謀甲習近平的接觸。會議期間，張忠謀也甲美國副總統賀錦麗會面。伊強調，賀錦麗對於晶片較有興趣，也講到非常歡迎台積電佇亞利桑那州設廠，也回應其他國家對半導體期待化經濟。台灣有那麼好的晶片的技術人非常多，我這一次到 APEC 就有好幾個國家對我表示，能不能夠到他們國家去生產。伊強調，台積電佇美國亞利桑那州設5奈米的工廠，是美國國內上先進的製程。毋過台積電已經有3奈米製程技術。伊12月初6會甲太太張淑芬出席美國廠上機典禮。台積電有邀請美國總統拜登，毋過毋知影伊是毋是當日出席。毋過已確定美國商務部長會出席。另外，一個台積電大聯盟的成員，包含供應商、客戶等，也攏會邀請參加。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咱睇下一個影帶內面吼，看到鬧熱啦。咱咧講看鬧熱，來看門道啦。哦，即鬧熱內面講吼，哇，真濟人甲極度目光赤，哦，啊，真愛咱的晶片。第一個，第二個，伊佫講到講，哇，咱的3奈米吼。要搬來去要對台灣搬去甲美國，這小等也是變做咱的重點。但是呢，真濟觀眾朋友可能
无一定会理解讲 APEC 到底是啥物一回事吼。我真简单的吼，简单用一寡吼，这个字吼，讲互大家知。这个 APEC 吼，第29届啊，吼，啊是峰会。峰会意思是讲，其实平常时有咧运作，吼，是这个时阵吼，大头啊见面，吼，看起来敢若大头拜拜，但是其实内面还佫有咧运作。为着啥？为着开放，为着连接，为着平衡啊！这毋是咧讲水气的，吼，这是真正内面咧做。头一个啊，结论讲吼，谴责哦，这个罗西亚，吼，啊，这个谴责哦是强势哦，吼，所以包括了罗西亚谴责因家己啦，吼，这个嘛真趣味，吼。另外，这发表了生物循环绿色经济 ，Bangkok 啊，曼谷这个目标，吼，2040亚太经合组织，吼，布特拉加亚境，吼，2040。哦，这边一致，哦，这个较理想性，多边贸易，这个真正的，哦，大家都爱好想，其他的都目标，但是咱他也看到，哦，周中无讲到这寡，哦，讲咱气候变迁，台湾做了真侪拍拼，2050啊，达到，哦，这个看起来，这个一般，但是大家可能上注意的是对晶片特别有兴趣，哦，周中无家己也讲啊，哦，讲真侪人对咱有这个真目空赤，老师。你来解说一下吼，真侪人对着这 APEC， 咱参加这个到底对咱台湾有好处无？老师，好，我先解说一下吼 ，APEC 其实伊专名叫吼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吼，这个会议咧，咱即马看的是领导会议，吼，是当年拢是11月份。哦，当年拢11月份，为啥放在11月份？因为咧头前几啊会，啥物会拢开完啦，吼。因为在领袖会议的头前是部长会议，部长会议的头前咧是资深的官员的会议，吼进前就是各个迄个工作小组的会议，吼。所以这我有开过几啊种，吼，嘛帮助咱台湾做幕僚，吼去参与过，吼几啊种。咱这个吼亚洲太平洋的合作会议来讲的话，是咱台湾咱台湾但是咱的名一定要用 Chinese Taipei， 这无法度，因为咱当初入会的时阵用这个名，要改嘛较困难啦所以咱是为应该说为利啦为利的这个经济甲贸易有关的国际组织的参加，另外一个是 WTO， 然后这是。APEC 是算世界两大，咱有法度正式以咱政府的迄个实务上来参与。老师，你的意思是讲，咱的会籍是以国来算，咱的单位是以国来算，还是以经济实体来算？好，这就当初咱咧入会的时阵有讲过其实呢，迄阵因嘛知影讲。迄个大家拢真侪叫中国甲西面，所以爱承认一中政策嘛。所以因为一中政，但是咧，大家嘛顾虑到咱台湾要入去，所以才用一个办法，就是讲，好，咱即马 APEC 内底，大家拢叫经济体，大家拢莫用国家的名称来处理。所以呢，咱会变讲，咱的经济体叫 Chinese Taipei。但是呢，譬如讲，咱即马中华人民共和国，伊嘛是叫经济体，即伊的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所以就是讲 ，APEC 内底当初是顾虑到咱，所以用经济体的名义，大家拢叫经济体。所以后来咧，迄个香港嘛加入，香港加入是观察员，因是观察员，是一半的资格，咱是全部。所以伊袂当参加这个峰会啦。伊袂使，伊就会使边仔看，伊袂使发言。咱是有全部的能力，咱会使发言，咱会使抗议，咱会使提案，咱会使甲赞助，伊嘛会使甲咱赞助。所以就是咱会使讲是咱台湾唯一会当全程参加、全部权利的这个唯一的国际组织。APEC 内底唔是干那讲贸易尔，伊讲科学技术的合作，伊讲人权的合作，伊嘛讲那个 human development 就是人类发展，人类的发展对搁有啥？搁有迄个偏乡的发展。这就包罗万象呢。是搁有农渔业的合作，包罗万象合作，搁有能源、运输、ICT、
通讯，这拢你内底。我们有敢若小联合国的感觉。是，你会使安尼讲，但是伊敢若21个经济体，吼。是。人家讲国家的21个国家，21个经济体，吼，你内底。啊，这21个经济体呢，大家拢会使吼，透过迄个工作小组的会议、部长会议，哈，一站一站去哩，到最后提落去迄个领导人会议。所以唔知你拄仔看吼，布加拉加亚愿景，这就是今年泰国提出来的嘛。哦，因为泰国主办今年的会议，所以因来提出家己的愿景。大家来我这参与，甲我乌演一下，我提出这个愿景。啊，所以阮要安尼做，来恁大家甲我乌演安尼。啊，伊的成绩单就是意思是安尼啦。是，老师讲这款未够所以过去的时阵，你北京办的时，因北京嘛有一个愿景嘛，吼。所以伊就北京的路径图，啊，大家就甲赞声、甲乌演嘿。所以这也有部分的大拜拜的形式，啊嘛有实际这个作用伫的啦。对，吼。啊，这我来请教吼李老师吼，李老师，咱这整个会议内面，真正咱观众朋友所参与的哦，张忠谋去参加，哦啊对的。但这次的这个结论当中，你有感受到、观察到讲，对咱台湾特别有意义。除了咱小咱要讲的澳洲总理的迄个代志，是，确实啦。咱真可惜是讲哦，虽然咱是完全的会员，吼，当然头老高老师有咧讲，咱即马台湾应该参加是 APEC 加 WTO 嘛，算是完全的会员，是甲别个国家拢平起平坐。啊，不真可惜是讲，咱的总统。我都亲身参加，因为这是迄当阵1993年吼，迄当阵美国总统克林顿，伊家己想要参加，啊问题迄当阵也参加后伊就顾虑中，啊问题那安尼阵台湾迄当阵咧李登辉总统无法度啊，所以变讲伊用经济体即个名义，经济体领袖的名义。来参加，唔是用总统，唔是用各国的总统，还是总理的这个名。吼，虽然大家为着方便报道的方便，大家就讲哦，总统啦、总理啦，安怎首相安尼。啊，问题正来讲，因为正迄个名称吼，名称应该是讲领袖。吼，譬如说美国经济体领袖是啥安尼啦。啊，可惜是咱就无法度参加。但是老师，这我吼。即我空思妄想啊，咱就想讲，譬如讲，咱来成立吼，咱蔡英文总统来成立一个吼，这亚太经合会议，为着这个筹备啊，做一个协会，啊，伊是咱这个经济体这个领袖，用这个名义就去参加，安尼敢会使？啊，不过对于因来讲吼，即摆就是讲，因为现不现你就是总统，你无有你去。确实啦，因为吼，因为为着两岸关系的这个原因吼，变讲咱台湾无法度主办。年会，但是邀请函拢是送互咱总统府啦。名义将一定会邀请总统来去，问题变讲是咱。啊，伊这个批准的假心酸呢？这都无度，因为这都咱就无用的。这都国际的这限咱那甲回信讲，歹势我就无用，我派张忠谋去。是，这就是限制啦。所以变讲，咱就讲哦，总统咯，感谢有这邀请，问题我无法度去，所以我会派我的代表。啊，进前大家拢知影嘛，连战做过足侪届，然后迄个萧文长嘛去过，啊，张忠谋这届讲第6届嘛，宋楚瑜嘛，宋楚瑜嘛去过嘛，去年宋楚瑜，吼，所以咧，变讲咱为着这个代志咧，确实踮咧国际上吼已经拍足侪场啊啦，问题就无法度啦，问题就无法度，这是国际现实啦，这确实啦，这确实啦。啊，但是这摆吼，我要请教到这个线顶的咱的这个冯教授哈，冯教授哈在线上哈，请冯教授听我的问题哈。就这一次哈，这个澳洲的这个总理哈 ，Anthony Albanese， 一共哈 CPTPP 只接纳被承认国家，不太可能支持台湾了哈。这个澳洲的这个总理哈，安尼讲，其实老师我头头有跟两位老师换个意见，其实。CPTPP 嘛是会当接受到经济实体嘛，吼，不一定要国家嘛，哈。这个我要请教冯教授哈，冯老师你在线上，
这到底是这个总理个人的失误，还是整体澳洲国家的这个策略已经改变了？冯老师，是总理个人的失误，因为他刚刚上任，他有些事情他不是搞得很明白，他以为这个 APEC 的资格一定是国际承认的主权国家，其实这样的一个组织，它本来就允许像台湾这样的经济体参加。原来上一任的澳大利亚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做出了决定，也得到了当时还在野的澳大利亚工党的支持，所以这个他们政府外交部做了一个纠正。是冯老师，我也刚刚也看到哈，澳洲的政府有澄清说立场没有改变，仍然欢迎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符合 CPTPP 高标准规范经济体的加入哈。那么您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哈，澳洲现在整体对于中国的态度？因为想说他不承认或者是不支持台湾，可能是受到了中国某一个程度的压力，他是不是有求于中国呢？在澳洲来说，可以这么讲，就是目前是工党政府，就是在澳大利亚有两党政治，它的现在在野的是自由党、国家党联盟。自由党和国家党联盟，他们的反中共的立场更加坚定，跟美国的关系更密切。相对而言，工党和工党政府，它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会相对更好一些。他们曾经以中共做统战，一直想去撬动他们，就是制造澳大利亚内部政治的分歧和分裂，让他们放低身段，跟中国关系更密切起来。因为目前澳大利亚它有200亿澳元的这个贸易，中国对澳大利亚进行经济制裁，就是原来2018年澳大利亚首先呢，当时是自由党政府首先限制或者是切断了这个中国的 IT 公司，就是华为在中国的在澳大利亚的项目。后来到这个新冠疫情发展之后，澳大利亚是率先要求国际卫生组织专家到中国去，真正调查清楚这个病毒的起源和中国如何应对这个疫情，让它扩散成全球的大瘟疫。所以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他自己政府作为他政治的主权国家，它是非常合理的。可是中国呢，他认为他船头大，所以他就用这个澳大利亚对中国经济上的依赖，以中澳大利亚出口的1/3去销往中国，包括大宗的煤矿、铁矿、龙虾、红酒木材、大麦很多产品，所以他就用这样一个经济上的优势来去想胁迫澳大利亚让步，但是当时的自由党政府一直没有让步。工党进来之后呢，他们是继续施加压力，期待这个工党政府改变他们的政策，它叫 policy reset。但是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它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转变的话，它没有理由转变选中国，它必须跟它的传统盟友，它也就是价值观相同的，印尼讲 like-minded countries， 它是一个非常铁的非英联盟的国家，同时是它中英美他们是这个英美澳他们是表兄弟或者是堂兄弟。所以老师你认为他不能去去掉美国去抱中国大腿？所以老师你认为
你认为澳洲总理的这个他只是一时不察，整体的澳洲的这个路线并不会改变？不会，不会。可是您刚刚有说，他一定要跟美国共进退，就是他是铁哥们，这是一定的。是。那可是您刚刚有说，澳洲想要卖给中国龙虾、红酒、木材这些东西，咱们台湾可能没有办法买这么多啊。澳大利亚这几年，他用一个概念叫做 diversify trade， 他在鱼到像印尼、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台湾，他即使销不了那么多，他找这个alternative markets， 他们已经做得相当成功。从中国2018年制裁以来，澳大利亚的这个对外贸易，它的是继续往上增长，因为在开辟中东、印度别的地方的其他的多元市场是吗？这个过程中，是其他的多元市场，是吧？所以澳洲对于这个中国的贸易的依存，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大，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其实澳大利亚，我一直跟他们政府讲，我说美国需要中国需要澳大利亚，比澳大利亚需要中国还要多，因为它是严重依赖澳大利亚的铁矿和这个煤矿，这个天然气。他后来他停了澳大利亚的煤，他怎么办？他只能去巴西、越南，有那边转手卖，他们新澳大利亚买了煤，再转手卖给中国，中国要出更高的价钱。他离澳大利亚这个煤矿、铁矿，他得买二手的，他工业的基本发展。是，我要先请教我们在场的另外2位哈，尤其是高老师哈，高老师你也有参加这个真济 APEC 的会议哈，咱即马佫讲互这个观众朋友来知，什么叫做 CPTPP， 这敢有真个重要性？因为一跳起来，讲到头仔方老师啊讲吼，这里可能是一时的失策，唔是讲不爱有咱参加，这到底有什么重要性？是首先我要同意迄个方老师啦吼，其实我是感觉吼，澳洲总理伊失言的机会较大啦吼，因为伊是一个新选起来的总理嘛，伊可能无介了解所有世界上咧运作的这个经济组织、经济合作，所以伊认为讲吼，所有拢像迄个 WTO 安尼，即使是 WTO， 咱嘛是以台澎金马。这经济实体来入会，其实嘛算一个国家啦，咱完全，所以伊是适应的迄个机会较大。咱即讲倒来，这个 CPTPP 伊的前身就是 TPP， 前身就是 TPP， 这 TPP 是当初奥巴马政府交日本政府因来倡议来提案，就是讲因为亚洲的这个经济合作。迄个咱即马讲东协东协 Plus 3，ASEAN Plus 3，内底去互中国侵入介完全啦，所以就变讲咱即马讲迄个即东南亚的即经济协议拢是中国咧后壁你使人啦，你使人，所以安尼袂使日本甲美国爱成立一个咱是自由民主国家。自理咱家己会使决定的这经济合作协议，然后呢，迄个奥巴马后来伊就选迄个民主党就选输嘛，川普赢嘛，结果川普讲我要退出，川普来退出就头壳大所以唔知交互日本来主导，所以日本就叫新加坡叫澳洲入来成立这个。TPP 第2代叫做 CPTPP， 国家先进的迄个咱讲经济泛太平洋的经济合作框架啦，这内底咱讲伊也来讲高标准的经济体啦，啥叫讲高标准？因为伊就讲恁这个咱这RCEP， 这个东南亚恁算的，迄叫。低标准，因为恁拢干那咧讲货物贸易啦，讲货贸尔啦，因即马即个先进的经济体咧讲的是你讲，咱唔是干那讲货贸尔，货贸迄拢免讲，
反正你入来就是95%拢免关税。吼，你 CTPP 啦，拢包起来，嘿，拢是免关税。咱讲的是要安怎甲这加入的国家，咱做阵，甲咱的经济整合，咱来做合作。吼，不管你科技的产业也好，你金融的产业也好，你服务的产业也好，还是你智慧财产权哦，较高水准的。对，咱是你讲这，咱就免讲到遐干那讲这货物的贸易，讲你是摕几趴的关税，啊，我要摕几趴的关税，啊，迄就一箩筐就好啊，大概算算安尼，对，迄一摆处理。所以CTPPP 来讲的话，占咱台湾你的总贸易24%。24%吼 ，CTPP 内底这会员国占咱24%的贸易量呢？对，不只啊少呢吼。所以为什么讲对咱这重要的原因是伫遮？因为咱加入这以后吼，因为这24%咱是讲高标准的哦，高标准就是好野人俱乐部啦，好野人俱乐部啦。吼，啊，咱咧好野人俱乐部，咱咧卖的是高标准的物啊。啊，相对来讲，咱要加入 CTPP， 咱爱家己要求家己，因为呢，咱也是佫是用低标准的想法，你用货贸的迄个态度，要甲人 CTPP， 伊就无要插你，因为因讲的就毋是这啦，吼，因讲的是我要较高赞助的这个合作协议啦。讲劳工啦，讲人权啦，讲啥物譬如讲，咱即马讲的绿能嘛，吼，佮清气的能源嘛，吼。清气的能源啊，比如讲电动车的合作嘛，这拢是 CTPP 内底会讲到这合作协议。是。啊，李老师，他高老师也讲了，这个 RCEP， 这 RCEP 又个是啥物物件？他都咱讲CPTPP 是好野人俱乐部，啊，这 RCEP 也有人讲这是善恰人的俱乐部，这安怎讲？是啦，这个 RCEP 全称叫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这主要迄当阵就是中国大陆开始咧主导的一个经济合约啦。经济合约，伊主要是中国大陆甲东协10国为因的主体，啊，到尾咧国加入即个日本、韩国，安尼。中国、日本、韩国。纽西兰啊，加即个澳洲，嘿，澳洲，反正。啊，所以咧，对因来讲咧，因为即个大家拢知影嘛，东南亚即个国家主要以即个制造业为主，货物，所以对因来讲，免关税对因来讲较重要，真重要。伊毋是讲我要安那增加我的竞争力，免啊提悬我的高科技嘅。竞争，因即马是讲，我免啊，甲我家己生产的产品销出去，啊销出去我才有法度趁钱。啊问题即马上重要是讲，若销出去一定要免关税啊，愈加愈好，到零上好啊。所以即马因即个10国加中国，啊个咱头讲的中日韩嘛，加澳纽，安尼加起来咧，因就成立一个叫做 RCEP 这个组织啦。啊当然。对咱台湾来讲啦，迄当阵对咱，因为咱甲即几个国家嘅中间即个贸易其实嘛真重，啊问题就因为卡到即个一中原则，比如讲，咱若要加入，一定要即个中共点头，啊问题中共对咱台湾咧设下足侪嘅即个限制，伊即个限制。比咱参加这 APEC 更加严。是啥物限制？讲互咱观众朋友知。因为真简单嘛，伊就讲，第一个你爱对我后壁才去加入。我先加入，你才会使来。第二个，你敢用中国台湾的名义，你佫无用用 Chinese 台北哦，无用哦。对因来讲，因无接受。哇！啊，这个条件无互咱入去嘛？伊就条件的啊。啊，伊当然像讲看你台湾要哪看嘛。但是呢，照头先高老师讲的，讲这个高标准的吼，这个高较厉害的吼 ，CPTPP 吼，包的做一包，咱参加这就好啊，咱莫参加这 RCEP，敢袂使？啊，当然啦，对咱台湾来讲，咱当然希望是2项拢用去参加，因为咱台湾即嘛有
高科技，大家做足兴盛的，即个台积电嘛吼，高科技半导体即嘛，问题咱台湾嘛是种有规模有的制造业啊，一般的即个嘛是爱顾虑啦。对啊，咱嘛是爱去照顾这句啊，这广大的劳工嘛。所以对于咱国家来讲，咱若两边拢有加入，对咱台湾来讲上有保障啦。是。是。咱来看吼，他都要加。这个 CPTPP 哈，哦，这个相关国吼，甲这 RCEP、IPEF， 老师，搁一个名词啦。IPEF 是啥物件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吼，这就是啥？就是美国吼，你主导的这印太吼，印太战略内底的迄个经济合作协议，吼，这是就是讲伊内底吼主要的会员国，吼，就是拢你印太战略内底这几国，吼，包含咱讲的五眼联盟，五眼联盟拢你内底。当初咱嘛叫是讲咱会去互藏咧内底，结果无想讲吼，美国显出来讲，内底无台湾，内底无台湾，咱即下讲奇怪咧，恁当初敢若印太战略好核心的利益，就是咱台湾啊，哪会无甲台湾藏入去？是啊，藏入内底。所以这我感觉讲吼，应该是美国甲中国内底有私底下因拢有压力一家啦。那这咱就不便讲吼，到底什么压力？因为总统府甲咱国家咱无甲这消息来放出来，美国嘛无甲这消息放出来。但是呢，背后的原因咱才看了足明显，就是讲吼，咱即马其实美国已经摕到因较要爱半导体嘛，是毋是？所以变讲咱即马哩印度太平洋的这合作框架内底，咱变讲以咱对美国就好，对，美国来甲咱代理安尼意思。是，就变讲咱对美国，所以美国则用一个迄个咱即马台湾政策法案嘛，台湾政策法案，搁有咱讲投资合作协议来换这啦，用这来换。是。这听起来吼，真侪观众们可能无法度是这个去想讲，用这来换这，用迄来换迄吼。是。但是我要请教就线定吼，冯老师，请冯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哈，在澳洲目前，因为我们刚刚谈到很多的这个贸易框架、贸易组织里头都有澳洲的这个角色。澳洲现在怎么看待台湾，尤其以晶片为主哈？这么样，现在对各国来说，包括今天这个张忠谋先生在参加总统府的记者会的时候，也说到说，很多人都很嫉妒啊，那么很想来跟我们做生意啊。那么澳洲现在怎么来看待在中国跟台湾之间的这个贸易的平衡，或者是怎么看待作为美国的一个盟友，那么怎么看待台湾呢？现在刚才已经点过，澳大利亚，因为它目前中国是它的最大贸易伙伴，它如果在有可能情况底下，它不直接得罪中国，它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但是它为了它自己的贸易上的利益，它又想避免不得罪中国。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对台湾问题，他有时候做一些比较模糊的表达，不像日本或者美国那样斩钉截铁。就他们相对而言，他是在这个地方，美国是做澳大利亚的后台，帮他提供安全。他要在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做选择，当然是安全第一，因为中国在台海、在南海、在南太平洋的扩张，直接威胁到澳大利亚的安全，威胁到它的自由航行的权利，也干预到澳大利亚本身的政治安全。所以他在安全方面，他肯定是要跟美国共进退，死抱团。但是他又有时候在采取一些策略，在经济上他模糊一点，
让现在他目前有一个需求，就是想让中国解除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让他这个对外贸易煤啊、铁啊、龙虾啊、木材啊、大麦啊有更好的市场，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对外贸依赖比较大的国家，所以在台湾问题上，它是澳大利亚人本身，他是80%以上的人都对中共政权持负面意见。从民意而言，他们是支持台湾这个民主自由的伙伴。他在策略上有所模糊，但是在他的价值观立场上，他是跟台湾是跟美国、英国一样，是作为一个这个价值观一致的民主盟友，他是有这两方面，他要做某种平衡。是，冯老师，刚刚您说到这个所谓价值相同的盟友，但是呢，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在 APEC 整个人家说习近平可以说是这一次 APEC 的最佳男主角啊。那么习近平也在这个整个会议里头吃尽了这个台湾的豆腐。那么到底呢 ，APEC 在您的眼中，在这一次的会议里中，中国有没有真的得到实际上面的进展，或者是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成果呢？有没有？现在这个 APEC 里头的其他成员，特别是东盟国家，包括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相对小国，他们是在外交礼仪上给够中国面子，知道习近平要面子，因为拜登没来，普京没来，所以他是唯一的大国领袖出席这个会议，所以那些国家你要面子给你面子，但是他们要的是理智，就是要他们的经济利益，要他的这个安全，所以他们做这个样子，让习近平感觉飘飘然。但是习近平在世界人的心目中，是跟希特勒、跟毛泽东、跟斯大林同一个等级的大独裁者。他在前不久的 G20 这个峰会上，去教训澳大利亚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在全球面前展现了他一个流氓痞子的那个形象，就是整个世界上对他评价是非常低的，只不过是在面子上虚以委蛇，去要好处而已。因为这个中国政权它很野蛮，菲律宾以前受过他的惩罚，他的香蕉全部烂掉。这个南韩也受到他的这个制裁，他很多的这个在中国的店被关门，所以他们不想被中国惩罚，所以去给他面子而已。但是他们在内心里头是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对他们最大的威胁。但是我们在平时交往说不想犯小人，给他面子，但是在跟安全和经济利益上，他们会看得很清楚，就是对中国的威胁，他们都非常非常的警惕。好，包括这个南中国海的纠纷，包括在贸易纠纷还有这个领土的纠纷，他们清晰他们的立场和利益。好，谢谢冯老师。您待会我们现场两位高老师我先请教，他说帮老师讲，种好后歹后好，内面后虚的后实的。但是事实上，咱这摆去参加 APEC， 咱实际上台湾，尤其张忠谋去到遐，你甲综合起来。咱 APEC 内面实际上，尤其你头下讲，其实唔那是这个领袖的会议，进前要部长级，有资深官员，还佫有进前的幕僚工作会议。这整个这1年以来，
咱在 APEC 内面有啥物修行，有啥物进展？是咱其实咱台湾足注重吼，就是为即马开始甲未来的即个经贸发展嘛。即马甲未来经贸发展就脱袂开科技，脱袂开电子，脱袂开通讯。所以其实咱哩 APEC 内底吼，咱的中小企业的工作小组的会议，即个我参与的吼，是你 APEC 内底吼，大家足重视的。中小企业对，中小企业。因为为什么咧？咱即马讲吼，其实这 APEC 内底会员国内底吼，因其实咯，真侪国家是无啥会晓做生意啦，袂晓创业，所以台湾你即块就足厉害。来，我教恁安怎创业，教恁安怎做生意。来，我教恁按照我家去设备卖恁嘛，以安尼来好合作的方式嘛。所以其实咱台湾你 APEC 内底，咱用力足深的，用力足深的，怎样啦？譬如讲过去咱讲咱的宏基嘛，宏基做电脑的宏基嘛，所以 APEC 内底有即个已开发的国家，搁开发中的国家，开发中的国家因就袂晓用电脑嘛，是毋是？咱讲迄叫数位的分期啦，数位分期嘛，数位分期。咱的宏基落去啊，来我关电脑，关迄二手电脑关迄较俗的电脑。先做生意。先来教恁的囡仔安怎用电脑，因为这个囡仔长大以后，因就会晓用电脑来做啥？做电子商务的这个代志嘛。安尼后摆咱台湾要甲因做电子商务的往来，就会较紧。这是你看，这布局已经布局超过10年以上啦。所以因会晓用了以后，请问因要买电脑甲谁买？甲台湾买。甲台湾买嘛。观众朋友要知。你听有APEC 内底做的是这个物啊，毋是咱咧讲单讲我要让你10%的关税，还是你我10%的关税？咱要做实际的这经济合作，实际这贸易发展，咱是咧做这啦。是，除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外，咱这次还佫看到讲吼，咱的这个台湾吼，咱也有这个邓正中啊吼，郑振中啊，伊讲哦，哇，要来做这个数位经济协定。李老师，什么叫做数位经济协定呢？其实就像头拄啊高教授讲的嘛，电子商务更较进步就是数位经济。什么数位经济？其实即马足侪物件拢用喺踮咧网络上来做贸易啊。即马有当下吼，像咱即马咧甲冯教授，咱咧月亮人对无？即马视讯感官这个艺术嘛，所以即马足侪物件应该透过这个网络，透过数位咱来做。当然，因为数位经济吼，即马这是未来这个经济发展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对。所以即马对咱来讲，因为台湾来讲，即马是徛喺头前啦。因为这个数位发展的数位经济，台湾来讲，正正是因为领导者之一啦。所以咱即马台湾应该踮喺 APEC 内面吼，尽量甲这个其他国家来谈判，来讲这个合作。伊讲这个合作其实应该跳开足侪，譬如说关税啦，甲国家中间之间的这个旗舰会跳开这个问题，直接轮去做。因为伊需要咱，所以真侪代志伊会当忽视，伊会当讲这卖管不要紧，先来做这安尼，是这个意思。对，确实。而且因为数位经济来讲，数位既然是数位，就变讲咱踮喺迄网络上，轮去直接做生意。安尼做，有当下唔免讲，你人一定爱背起迄个。所以咱看到一个资料，讲数位经济协定内面有讲到这个吼，你是跨国的这个电商贸易内面吼，要安怎认证，要安怎做这个国际清算。比如讲，我的路卡，这个跨国的这个信用卡要安怎来收钱？因为真侪，其实咱即摆真侪数位经济收无钱呢。这确实啦，尤其咱 COVID-19 以后吼，这更加重要。这拢收无钱呢。但是今仔日咯，咱佫收到一个上新的消息，就一开始就讲张忠谋讲，咱的3奈米的这个厂要去到美国，
啊嘛有即个真侪记者开始咧报道讲，这到底对咱台湾好还是歹？啊，毋是讲护国神山、护国神山，是安怎要搬去美国？老师，这到底是好还是歹？我是讲吼，咱即话讲吼，3好1坏啊，2好1坏啦。2好1坏。2好1坏啦。2好1坏是要用3进啊呢？对，来，咱讲啥2好1坏？哦，第一咧，因为美国才看重咱吼，这是。自以前甲即马无咧啦，吼，因为为啥？咱台湾自以前就是拢敢若世卡嘛，从来无一摆讲咱徛在世界上关顶。我若无迄个晶片，大家拢免伊，大家拢免做，电动车嘛免做，太空科技嘛免做，吼，啊，你要快速运算的，咱讲 HPC， 吼 ，High Performance， 超级电脑嘿，拢免做，大家拢免做嘛，吼，咱因为敢若台积电有嘛，是毋是？啊，这个吼，这个就变做一个分野。有台积电的国家，变做你就是先进的国家；有台积电哦，有台积电去设厂的国家，你未来你的经济会走上先进的经济。无台积电的经济，吼，啊，你若爱甲人讨，你也甲人讲，啊，你有一寡分我无，一寡分我无，啊，无咯，人的量，迄个产量拢伫遐嘛，吼，啊，产量拢伫遐，拢以因国家的发展。经济为优先，我举一个例就好啊。大家拢要发展电动，你要发展，要做电动车，对不对？电动车一台内底有400-500粒的晶片伫内底。啊，美国伊就是要做电动车，所以上先进的晶片一定爱伫我遮，吼，伫我遮，所以因后摆因的电动车就世界一流。啊，为啥日本嘛要叫咱台积电去？因为日本嘛是要转做电动车。德国嘛要转动电动车，啊，大家拢要爱台积电去嘛，是毋是？所以这就是一个原因。后摆所有世界顶头，你要生产电动车，啊，一定要有晶片。啊，然后咧，咱即马讲3奈米，吼，3奈米要去美国，对咱来讲会足担忧的。但是咧，咱爱安尼想讲，啊，这技术是向过去的，是咱台湾过去美国的，对毋对？咱台湾过去美国，啊，我拄仔讲吼，2好1歹，啊，1歹是啥物意思？因为咧。所有的这吼台积电内底的国家工程师，拢爱为台湾过去啊。咱台湾敢有这侪人才，会使吼同时间美国、日本、台湾，啊，甚至是德国，对不对？咱就无遐侪人才嘛。第二个，咱若是要顾遮，是毋是对咱家己内面的投资会慢落来？这就变成产业空虚去呢？敢会安尼？我是感觉吼，除非再问台积电，伊顾会来，顾袂来。老师，你感觉呢？是啦，确实啦，因为吼，就像高教授咧讲，咱若万一咱的人才若直直走去外国，啊，比如讲咱台湾家己的人才来维护、来培养的时阵，咱台湾家己的高科技的这产业吼，无定会退步，因为咱人拢走去外国去啊。因为讲一句较歹输命，因为国家安怎讲，美国迄边的迄个薪水比咱台积电更较悬啦，加较侪钱，所以变讲，若有人想讲，安尼我去美国趁较侪嘛。做同款的代志，我趁较济，当然最自然走去。老师，你安尼讲，咱就像，譬如讲，咱政府会当来实施吼，亲像美国同款的一个法案，讲吼，若是涉及到这个先进的制定的这个工程师，你就限制伊袂当去美国，我互你更较济的薪水，互你来留伫台湾，咱敢袂使安尼做？照你讲啦。照你讲，你若国家若想要安尼做，其实是会用的。啊，毋过就是讲，你也法度讲，你也爱互这个人趁着伊有法度踮美国趁的钱。啊，无我同款的能力，我踮美国用趁比台湾趁加较侪倍，为什么你无我去？对无？啊，第二个，你若讲正来为着咧台积电会好，其实当然，即马台积电这个研发。也是咱的这个良率。伊是讲伊的先进的制定啦、研发啦，拢会留伫台湾啦。是，确实，这确实台积电伊家己嘛有想过，伊这个研发一定拢放喺台湾。为什么？伊不爱互别人去学着。你若流出去，事实上，老师，这个5奈米的已经算作先进的制定啊了。是，5奈米差不多明年后年就量产啦。
吼，咱的后日农产。那即马其实伊咧试产啦，吼。但是即马咱会想讲，咱的迄个 Apple 嘛 ，Apple 14代伊就是要用5奈米的晶片。啊，5奈米呢，韩国嘛会晓做，啊，请那台积电会赢，因为台积电的良率是99.9%，3000的良率是20%，啊，所以就会变讲伊吼一片晶片内底拢总会用至，台积电代工的拢总会用至，3000代工的干那会使用20%尔内底的晶片尔。所以这就是差喺遮，为什么台积电大家拢要叫伊去？的原因就是伫遮，吼。啊，然后呢，咱讲吼，啊，台积电安尼才发展是安怎？吼，是毋是讲伊看小地带？咱即下看吼，巴菲特嘛甲买嘛，对有没有？巴菲特一摆就变大股东，表示啥？巴菲特有看到未来是台积电的天下。但是我是感觉讲吼，为什么咱台湾吼？自以前到遮都袂晓讲土米啊啦，这则重要吼，咱无要紧，咱讲哎，咱甲美国合作，但是咱爱甲土等。甲这个美国讲会使，你要互我去，爱我去会使，啊，你着爱吼对我创啥物好代志，啊，互我入去吼 CPTPP， 啊，互我入去RCEP，拢互我入去，敢有通要求你要是？这确实啦，因为对咱台湾来讲，咱台湾大家拢知影嘛，经济是咱台湾用嘅生存上重要一个命脉。安尼经济发展咧，咱甲国外，即马全球化这个时代，咱甲国外贸易上重要。所以这个时阵咧，咱国家吼，其实来培养足侪对外的谈判的人才，不管是外交还是国际经贸，特别是国际经贸，咱这个外交人才吼，那对国际经贸的这个来龙去脉吼有足了解的。咱有法度用咱台湾的实力去甲其他国家谈判吼。咱就讲这个 CPTPP 来讲，大家拢知影嘛，这是一个高标准规范的一个经济协议，对无？啊，咱当然即马对咱台湾来讲，咱这个是咱想要加入的所在嘛，一个协议。所以咱若用透过咱的这个台湾，看这个时阵，甲偷较侪物件。对啊。甲各国来谈判嘛，对不？咱若来谈判，咱经过这个，你想要伫咱的，咱嘛想要，咱嘛需要甲你讲，咱想要啥？咱应该甲对方讲，咱想要啥？你有咱的帮助咱嘛才有法度你。啊，无咱来台湾直直互人到尾咧，讲较歹听一个，国际政治吼是足现实的啦。大家有当啊摕到家己的时阵吼，无想要分落你啊啦。咱看到澳洲这个情形，就感觉会担当哦。我要请教在线上的冯老师，冯老师，最后的时间呢，请您来跟我们谈一谈哈，澳洲政府哈，在经历了这么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对于台湾的态度，会不会也以台湾的台积电作为一个 model 呢，来跟台湾来好好的谈经贸的关系，甚至在外交的路线上跟美国走得更紧密一点呢？冯老师。这要看他们政治家有没有眼光，因为台湾如果在国际刚才李老师、高老师讲得很好，在国际舞台上，2战以来，台湾、韩国、新加坡他们采取这种外向型经济，就是争取这个自由贸易、对外开放，它变成属于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把这个印度。把南美、把非洲都踩在脚下，因为那些地方是做那个进口替代，所以它没法让它的产业升级，所以他们落后了。所以台湾踩在这个点上去，它的整个战略是绝对正确的。澳大利亚本身它有它的问题，澳大利亚有时候它叫 banana economy， 它本身没有很深厚的工业基础，它是靠卖农产品。卖这个工换产品，其实它跟台湾的这个互补性是很强的。如它跟美国一样，要重建它的制造业，它会跟台湾走得更密切。但是澳大利亚的这个政客或者政治家，目前还没有走出这一步来。他们本身还是靠能源、靠农产品来立国。靠旅游立国，他不像美国看到这个危机，说你太依赖中国，
这个制造业都搬出去了，产业空壳化，你将来是完全这个有求于人，你无意这刚嘛，你这个要有求于人，你本来就一个民主国家领袖，你就当不起来，你的腰杆就硬不起来。所以美国是采取这样的新的战略，一个是要重返亚洲，一个是重进制造业，所以他非常看重台湾。但是澳大利亚目前还缺乏这么有远见的政治家。所以还是得要赶快，台湾要自己要掌握这个机会哈。谢谢冯老师。最后熊奥威姐时间哈，请葛老师来跟咱讲哈，台湾到底目前现在优先爱参加 CPTPP 还是参加 RCEP？CPTPP 爱先参加这，是这较有钱人的俱乐部，因为掌握高科技，掌握高科技是先参加这个。对。但是即马目前咱讲有机会。爱努力啦。